金毛、食煙、爆粗、撐政改，仲即場磅咗2嚿水添。尋日係政制向前走大聯盟總動員撐政改嘅大日子，多個親中團體近400人未遊行先意圖去到鯉魚門食海鮮，有魚有元貝，都係幾十蚊位咋。你支唔支持政改啊？我都支持嘅。支持政改嘅內容啊？係乜嘢啊？都知少少啦。立法會議席會增加幾多席啊？我唔知喎，呢啲又。我講你今日嚟做咩啊？去旅行咯。即係話支持政改嗰啲旅行啊嘛。知唔知要遊行㗎？冇遊行，我哋唔知。而家30蚊係咪好抵啊？係啊，咁啊抵啊！香港寬頻記者被懷疑係組織海鮮團嘅人阻止拍攝，記者受傷，攝影機都爛埋。之後有團體帶參加者去淺水灣玩，最後一站喺邊？咪維園咯。共產黨交得住，支那會上船。社民連同一班80、90後早就喺附近反政改，雖然只係叫下口號，但就俾警方沒收埋擴音器，雙方仲一度推撞。反觀啲遊行人士仲激啦，不過警員就隻眼開隻眼閉。你係賣國賊咋？你係賣國賊咋？大會下晝4點開始，曾蔭權同一班問責官員、行政會議成員都有嚟站台㗎。大聯盟話有12萬人集會，警方就話高峰期嗰陣都係得7萬幾啫噃。新華社初時仲話得2萬咋，後來再出稿就夾晒口供，話有12萬啦。當中包括呢啲金毛青年，唔單止喺維園食煙，仲搞到周地都垃圾。大聯盟旅遊巴又逼滿晒維園外圍，搞到附近大塞車。我哋更加喺遊行終點鵝頸橋附近，直擊到有遊行人士即刻出糧200蚊。